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Pattern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下經典形態三底形態。三底形態說明股價喺一段時間內觸及3次相近低點後反彈，形成擴展 W 型結構。佢通常由3個大致等低嘅低點組成。第一次下跌築底反彈，形成左底；第二次再跌至相似水平，形成中底；第三次形成右底。頸線連接3個底之間嘅高點。當股價向上突破頸線嘅時候，就係買入信號，預示趨勢可能反轉上行。而家俾我哋喺 MasterPicks 內實操睇下。呢次我哋以港股2388中銀香港嘅圖表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三底形態之後，可以睇到喺2024年7月至10月嘅日 K 線圖呈現出經典嘅三底形態。7月首次觸及低點22.3蚊之後反彈。8月再次跌至相似水平21.5，形成中底。9月第三次觸及22.5，形成右底。10月股價突破三底之間嘅高點25蚊之後，先在呢一個價格盤整咗一段時間，然後被一路進入上行軌道至今。此外，三底形態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，喺我哋嘅 Pattern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Pattern Scanning。選擇三底形態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裏近25日出現過呢一個形態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一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嚟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Pattern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。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Pattern 介紹，敬請關注。大師精選，穩賺高癲。